洪认为讲支持郭台铭的中华县的议长谢展霖，伊伫面册顶头宣布伊要退出国民党。若郭台铭嘛有伫伊大部分的下骹有留话甲感谢。我个是认为讲郭台铭是要出来选总统，其实这件代志可能是今早晚的代志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去参加论坛时，伊感谢中小企业对咱台湾的经济做出正大的贡献。另外，伫民众党一部分，民众党的英文网页顶头是写 vote white vote right， 意思是互解释讲是爱投互白人，爱投互右派，引起争议，因才赶紧甲这个部分紧摕掉。以控制数大选进入下半场，中华县议长谢展霖宣布退党，为那赢投下震撼弹。被看作是挺过牌谢展霖，31透早伫面册宣布退出国民党，讲无希望有互人利用的机会。郭台铭也留话感谢，强调只有在野团结整合成功，摕到大选胜利，正中中华民国为战争优回和平。发布之前已经想了1个礼拜了，因为我也不想让我姐难做，所以我退出国民党，然后我自己比较好做事情。这样爬山的时候，你总不希望有东西拖住你。如果今天他越过红线，我也不得不，我一定会对他做出当即的处分。对家底互外界看做挺过挺后买上保险，向医方严正反驳。谢展霖是为南投县长何胜峰了后，拿赢第4回退党的挺过派议长，外界关心有连续的效应。民进党赖清德31是路南高雄参加新港岛产业论坛，表示就人工智慧产业化发展，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甲净零转型。一定要持续壮大我们的科技产业，扶持。帮助更多的隐形关键成为更多的护国群山，确保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针对主题兵立委林俊宪讲，赖清德台南本命区纳入一席立委，总统可能会输去。赖清德并无正面回应，民众党英文网页标记 vote right vote right 也引起争议，被解读是投互白人、投互右派已经落架。小编起初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加上台湾没有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子的概念。针对用字无正确，民众党强调，内部未来会交由外交事务出身的党秘书长周泰德，甲国际事务团队针对英文相关内容严格把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